所以富閔啊，安怎？啊，你讲较早恁阿嬷嘛是安尼像安尼落田来种菱角哦？我记得人中阿嬷是去教人爬菱角，对。但是我阿嬷家附近全部拢是菱角园，所以菱角园对我来讲足亲切的。但我今日做欢喜当亲身来体会安尼。啊，所以你敢捌看过阿嬷较早咧无用这菱角？有啊，人家细给去给人背菱角，然后都坐下来，然后搬一个自己的小板凳，然后就开始一边背菱角，然后聊天呐，然后讲话，然后再带孙去。哦，无怪我看你的阿嬷内底专工啊揢一粒菱角就是安尼。你有发现阿嬷你叫小起来，还有一个郊外型对吧？迄是那个菱角鸟。菱角鸟叫做菱角鸟，这个台湾水蛭吼。水蛭阿姨的学名叫凌波仙子。看那时候有一只是两只厉害起来。是迄吗？是顶晚搬来搬去。你看，迄只白白的，白白伊们白白来呢。上后壁迄白白迄只啊，伫迄田内底迄就是菱角鸟。嘿对，因为伊的生理菱角菜会喺我顶管。这水啊，这优雅。